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innie 啊，今次嚟咗湖南，介紹南豐居酒店。呢間係啱啱開業咗1年嘅酒店，咁帶大家 room tour 一下，睇下喜唔喜歡呢間房。我今次住嘅係302號房。好，入嚟閂咗棟門先。嘿，入到嚟呢。呢個位置係一個洗手盤嚟嘅，咁吹風筒喺度啦，應有嘅用品有啦，洗手盤洗格手液，一個大鏡啦。另外佢應該係冇呢個一次性拖鞋，呢個總之有2對好大隻嘅拖鞋喺度啦。好啦，toilet。沖涼，手揸花灑、頭灑。好，另外呢個有沐浴露、護髮素、沖涼液。好啦，行返出嚟呢個位置就係開放式衣櫃。咁今次係雙床房，點解係雙床房呢？今次因為依間酒店好特別嘅，係冇大床房俾你嘅，得雙床房嘅啫。好啦，咁有好多朋友話我成日唔影個電掣，而家影返俾你哋睇先。好啦，呢度有一個大陸嘅插啦，雙腳或者3腳嘅啦，有 USB 插啦，咁你可以帶個轉換插過嚟。咁呢個電視就真係超大啦，超過40寸嘅大電視。咁啲床即係好似你喺香港嘅雙人床咁上下，4乘6尺，不過就唔係 big size 嗰啲咯。咁呢度啦，有2張床。我見到有一次性嘅拖鞋啦，喺呢度啊。頭先嗰啲拖鞋方便你入去沖涼。好，呢邊都係啦，2腳插，大陸嘅3腳插同埋 USB 掣。咁呢度都好貼心，有張梳化喺度嘅。咁另外，因為嗰啲呢度啲房係可以食煙嘅，所以就有埋煙灰盅。咁另外好垃圾嘅，我擺咗啲嘢喺張台度啦。係啦，咁呢間房有啲特別喎，平時喺 Trip.com 度訂可以訂到呢間房，但係因為佢呢間酒店係冇放喺 Trip.com 度可以訂嘅，但係要自己 walk in 入嚟咯。咁今日 walk in 價呢係人民幣嘅228蚊，228蚊人民幣。希望你喜歡 Winnie 嘅介紹多啲朋友睇我嘅頻道 ，share 多啲俾朋友，訂閱多啲，撳鐘仔多啲，分享多啲，咁 Winnie 就可以拍多啲片俾大家睇㗎啦。多謝大家，多謝，拜拜。